换者心情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台北市杀 U-Bike 2.0的进步版。过去一个站上少有15支跳，即马才5支都会使用太阳能来接电，数量嘛会当调整，会当变较少。按算明年头一季就会当开始。新北市嘛考虑要引进，也毋过交通局讲到，即马两个系统也阁未下。2021年到 U-Bike 合约到期了后，再来研究讲要安怎做才好。另外，上新的政治消息来关心，明年总统大选慢慢愈来愈晚。今日传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礼拜就会开始请假归台湾行透透。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怡蓉来查人了解。怡蓉。好，主播观众，大家关注一下，现在距离总统大选呢也只剩下89天的时间了。那现在呢，其实有进入最后的净身肉搏战，所以呢，蓝绿两阵营的总统参选人呢都在做最后的冲刺。而另外也传出了，其实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是有可能在15号主持市政会议之后呢，16号就会开始请假来启动他的全台倾听之旅。而这个倾听之旅呢，传出最后一开始的首站呢，就会从鹅銮鼻出发，接着呢就会到东港以及小琉球等等。而至于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呢，其实蓝绿的立委呢都有不同看法。那我们先来带您听听看他们怎么说。韩国瑜请假的机会相当高哈，那我觉得他真的如果要请假，不如辞职啦。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老板，那一个员工来上班10个月就请假3个月，你可以接受吗？你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上班10个月请假3个月之外，他还可以赚1亿耶。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啊，所以我觉得韩国瑜真的是要面对自己议会的质询比较重要。为了台湾的这个未来啊，这个韩总统候选人应该赶快的把他对这个国政的整体看法巡回全台，赶快让全部的国民知道。那以前这个很多市长、很多总统候选人也是请假来参选这个其他这个职位，苏贞昌也做过吧，我记得。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倒也不是特别需要讨论，而是应该现在是总统大选很重要的一次选举，应该着重在这两方的这个候选人到底他们的国政想法是怎么样把台湾带向更好的未来，这个才是重点。好，可以听到呢，其实民进党立委呢是大酸了，才当几天的市长呢，现在就急着忙着要来选总统。而此外呢，国民党立委则是护航，认为呢，其实现在选举该到了，就应该要来请假来做最后的冲刺。而此外呢，其实对于辩论仪式呢，双方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以上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线下时间交还棚内主播。